来看移民署的高雄专勤队伫林武的一间铁厝查到5个印尼的失联移工，其中有一个移工佮家己开公司，招工故乡的移工来台湾，甲因开直播卖一波回收挂来的衫裤。专勤队嘛，替因咧直播时去现场抓人。 画面顶悬的女子将衫放伫身躯顶比来比去，等是互镜头前的人去看。不过边仔煞雄传来无共款的声音，嘛互这张直播必须爱切掉。来啊，police， 来，ARC 来，啊，来啊，police， 来 ，come here，ARC 呢？好，来，搞不烂的，对不对？ 搞不烂嘛，哈！移民署高雄专勤队日前接到线报，讲伫仁武地区一间铁厝内面有密失联移工。查缉人员到规一日看，内面四个拢放满满的回收衫，拢总5名失联的查某移工，有的负责直播卖衫，有的负责款货出货，生意是真好。专勤队进一步深入了解，佮发现，因拢是透过这位带头的移工招入来的。 伊组一个非法的中人集团，有时阵若是想无钱，拢会介绍移工来斗相共。因为价格低廉，每件都不超过新台币150元，在同乡移工间相当热销。李女还因为忙不过来，媒介其他失联移工一起来当直播主跟理货小帮手。集团内成员直播平台追踪人数多达2万多人。本队全案后续将依违反就业服务法。 将此非法中介集团移送地方劳政主管机关裁罚。高雄市专勤队表示，去年推出专案降价罚款，鼓励失联移工自首，成效袂歹。但是去年提高处罚了后，自首人数降价。目前查缉重点也是非法的中人集团。专勤队强调，乌白请一寡无熟悉外来人口来做工课，依法上当会当处罚新台币75万块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